好，来继续来看，行政院长杜英泰针对着国会职权修法的复议案，今仔日继续到立法院备询说明，是甲在野党的立委唇枪舌战，也就是吐剑讲。国民党的立委徐巧芯来质疑，行政院伫个面册提出的7项复议的理由，那会送到立法院煞变做6项咧。杜英泰解说讲，面册面顶的铺文代表伊迄个时阵的一个心情。 这声是互徐巧芯抓着空棒，讲院长是咧欺骗人民。在脸书上给大众看的是一个版本，但是给立法委员看的是另外一个版本呢？脸书上 po 文代表我那时候一个心情，公文书为准。代表心情，你们发脸书只是代表你个人的心情。当时行政院可以这样子吗？行政院长杜英泰即句提出复议案的理由是根据苏当时的心情，和在野阵营争到机会。行政院版本的这些图卡是你的心情，我很诧异。 院长，你已经不能有心情，你就是院长了。你认为说谎是正确的吗？我再说一次，说谎是所有人的绝对不正确，人格至上。复议案的选答第2环，除了讨论杜英泰前一枚面册文章重新复议理由以外，尤其这句就算只有0.1派台湾人可能受到侵害，我嘛必须爱收听。看那边已经联手，家己人赶紧帮忙。1/3联署的使啊，讨厌你甲建议啦，等下国民党啦起来，你甲建议啦，倒戈啦。如果傅昆萁今天对你提出不信任案的话，你愿意用你的政治生命来捍卫台湾的民主体制吗？ 当然愿意用所有的力量跟生命。那真正祷告国会中的全面改善，严格目前都在新面对明仔载复议案的表决，国民党发布加激动员力来阻挡，民众党也表态，百姓拢总反对。如果表决方式的瑕疵造成未来视线上的障碍，那又会引发另一场法律跟宪法的争议啊！我看到执政党立委们满场布条写着台湾香港化、人民化，尽扯习近平跟中国。 台湾的国会改革关中国什么事？请院长撤回这个加剧朝野对立的复议案。院长来吐剑讲，复议案的选答和表决大战继续升温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